来敲2下，干杯来。就是这段影片，由立到部体育署甲台南市政府合办的活动，活动中跳大量的歌曲《黑头 A》，议员蔡宗豪比较台北市宁夏夜市大跳科目3，被质疑有武德统一。询问台南市长黄伟哲的看法，对此市长回应：个人的认定表示尊重，只要不是抄袭，拢无意见。在台南用教育部来办的活动。中央教育部是想教育我们的民众来武统吗？当这样的中国大陆的歌曲未来在台南市政府播放，或者是我们的活动比赛用到这些歌曲的时候，如果面对忠实的台独的议员反对的时候，你要怎么说？我不会去，我尊重。你不会去，你尊重，那你会允许台南市政府办的活动可以用中国大陆的歌曲吧？只要不是抄袭，我没有意见。除了这个武统的事件，另外议员嘛关心环保减塑的议题。议员以最近市府推动的市场代代相传的活动，原本伫市场参加活动时，代代相传的取用甲回归的站点，拢是设伫市场的出入口。不过当市场参加活动结束以后，站点就被撤离，因此提出检讨。出发点是好的，但是落实的层面。基层的有一些基层或者有一些第一线的人，他没有好好去落实。是啊，所以我们身为局长还有市长的管理人员，我们要做好落实我们的管理。对，我刚才也提到说要治标也要治本，治标是针对本案，治本是针对整个的官场文化。好，市长谢谢。该活动由环保局举办，借用经发局的市场，不过伫专区45个市场，市府却只有设2个大型的储用柜。其他拢是以挂钩或者是回收置物箱来代替，因此议员嘛以外县市的做法提出比较，认为台南市还有真大的改善空间。台南新闻林根杨顺怀采访报道。